后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战继续咧炭烧。民众党的代理主席黄国昌来宣布，民众党卖好调志刚加入到纳入两党大罢免的战场，而且嘛已经伫咧面册打报名表，互支持者来报名，要来罢免掉民进党的立委。民进党的立委批评讲，这种的做法真含糊。我昨天晚上在我自己的脸书上，发起了一个号召，希望可以把所有的自主的公民，大家都团结起来采取集体的行动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一透早参加新北市地理座谈会议开始进前，先宣布民众党正式加入纳入大罢免的战场。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看的时候吓了一大跳。光在台北市今天早上就已经超过了400个人。那在这个礼拜，我们就会有具体的行动。透过面册表单来招志刚，上尊民进党的立委，罢免的行动继续在烧。公民团体赶伫咧罢免新发生后前送件。根据中选会统计，目前收到的国民党立委罢免案，包括湘北、王宏维、李元秀、叶元之，全台各地区包括花莲的布坤基，拢总19人。民团计划分3届来送件，第2甲第3届加起来，按算阁会送出上无14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人数。民进党这边中选会收到包括吴派玉、苏卡辉、蔡基昌等12个立委，阁加上高用的黄捷甲柯体格，敢若是第1阶段的罢免提案，民进党就有14个立委。黄国昌，民众党准备发起的很多守护民主制衡的一些行动，我这边表示非常的赞成，也非常的钦佩。那民意本来就是可以对话、可以讨论的。如果黄国昌委员认为所谓这400多人就可以代表全台湾，那我想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。纳入当咧大车拼的时，拢是不分区立委的民众党嘛选择来加入战局，嘛替大罢免兄查天花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